今次呢集我哋要講嘅係一個超級離奇，仲要係真實發生過嘅故事。一個快將30歲嘅獨身男子，竟然扮成16歲學生混入高中校園。今集泡泡就會同大家深入探討呢個美國經典奇幻人物詹姆斯霍格。各位觀眾大家好啊，我係泡泡，又到咗網絡補血站嘅時間啦。主角詹姆斯霍格1959年喺美國一個普通家庭出世，讀書成績就一般般，但運動細胞就異常發達。1977年，佢憑住跑步嘅天賦，成功考入華盛頓州立大學，仲加入咗田徑隊。開頭以為一帆風順啦，點知詹姆斯份人比較懶散，訓練唔上心，學業又跟唔到，結果1979年就俾大學掃地出門。返到屋企之後，詹姆斯好似突然醒悟咁，第2年竟然又考到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，仲要轉讀化學工程，睇落今次會生性啦，成績同比賽表現都唔錯。點知好景不常，1983年臨畢業前夕，佢因為偷單車俾人拉咗，仲要判3年緩刑。結果1984年離畢業只差半年，詹姆斯竟然選擇自動退學，之後就人間蒸發咁離開咗德州。2次大學生涯都失敗告終，似乎令詹姆斯對重返校園產生咗一種近乎偏執嘅迷戀。佢決心要不惜一切代價，就算要冒名頂替，都要再次成為學生。於是詹姆斯開始四處流浪，尋找一個可以盜用嘅新身份。1985年，佢喺一個偏僻嘅墳場揾到一個早逝嬰兒嘅墓碑，上面刻住傑伊亨茲曼孤兒，1969年出世，只係活咗2日。當時26歲嘅詹姆斯計過條數，如果呢個傑伊仲在生，就啱啱好16歲，係讀高中嘅黃金年齡，而且係孤兒身份，背景乾淨，簡直係天衣無縫。於是1985年10月，詹姆斯就化身成傑伊米切爾，成功入讀當地一間高中。你可能會諗，20幾歲人扮10幾歲，點會冇人睇得出？但根據記錄，詹姆斯靠住化妝技巧，竟然呃到所有人。加上佢本身運動底子好，喺高中嘅生活簡直係如魚得水，學業輕鬆應付，運動場上更加係無敵。佢仲參加咗史丹佛大學搞嘅高中生運動比賽，一鳴驚人攞咗冠軍，仲打破埋紀錄。正當史丹佛大學想招攬呢位明日之星之際，佢嘅真實身份就曝光啦。原來詹姆斯太過招搖，引起傳媒注意，有記者深入調查佢嘅背景，發現佢根本就冇任何身份記錄。詹姆斯知道東窗事發，唯有再次着草。詹姆斯再次被捕，被控偽造文書、盜竊同提供虛假資料等罪名。1992年，佢承認盜竊罪，被判入獄9個月。你以為今次詹姆斯會徹底反省？佢短暫受僱於哈佛大學礦物學博物館，結果又偷走咗價值5萬美元嘅寶石、礦物樣本同顯微鏡等物品。之後幾年，詹姆斯不斷重複犯案，每次出獄之後都會用唔同嘅假身份混入大學校園，然後又因為各種罪行被捕。佢嘅傳奇經歷成為咗當時美國社會新聞嘅熱門話題。泡泡認為詹姆斯嘅故事雖然聽落好荒誕，但其實背後反映嘅可能係一種對青春同校園生活嘅極度向往，甚至係一種病態嘅執着。佢之後仲用假身份入咗普林斯頓大學，又因為參加舊同學聚會而敗露。佢一生不斷重複住偽裝、被揭穿、入獄嘅循環。佢嘅聰明才智同毅力，如果用喺正途，可能早就成就一番事業。大家對詹姆斯霍格呢位校園臥底又有啲咩睇法呢？不妨喺下面留言講俾泡泡知。今集就講到呢一度，下一集會繼續帶俾大家更多精彩嘅內容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俾個 like 啦。